有冇試過問過自己，你而家所做嘅係咪真係神要你做？有冇曾經覺得你已經好努力侍奉神啦，你已經好努力做一個好嘅基督徒啦，但內心呢總係有啲缺陷啦，總係覺得唔夠好。路加福音第2章俾我哋睇一群敬虔而忠心嘅僕人，西面、亞拿、約瑟、瑪利亞同埋尚未成名嘅12歲少年耶穌。佢哋一生咧喺度等候、信服並以神嘅事為念。今日咧就讓我哋一同透過呢段經文，重新去思想一個咧真正敬虔並以神嘅事為念嘅生命究竟係點樣嘅。而家就嚟睇21、22節。滿了8天，就給孩子行割禮，與他起名叫耶穌。這就是沒有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他們帶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與主。呢段經文呢，記錄咗約瑟瑪利亞作為虔誠猶太人父母為耶穌履行嘅3個律法要求。首先就係割禮，根據律法呢，嬰孩出生後第8日呢，就必須行割禮。呢個呢係以色列人同神所立約嘅記號。其次呢，就係潔淨禮同埋奉獻。律法要求母親生下男嬰後，必須呢經過40日嘅潔淨期。咁潔淨期滿咗之後，父母呢就必須帶住嬰孩呢上耶路撒冷聖殿，將頭生嘅長子呢獻俾主。呢個呢係紀念神喺逾越節拯救以色列人長子嘅恩典。最後一個律法要求呢，就係獻祭。按利未記12章記載，父母獻嘅標準祭物呢係一隻羊羔啦，同埋一隻雛鴿。但約瑟同瑪利亞只能獻上一對斑鳩或者2隻雛鴿。咁呢個表明呢係佢哋家境貧窮，負擔唔起羊羔。仲有呢段經文多次強調約瑟瑪利亞嘅行為咧係照主嘅律法所記嘅，包括22、23同埋24都出現。呢個係表明約瑟同埋瑪利亞係對神極其虔誠啦，同埋信服嘅。佢哋同第1章所提嘅約翰嘅父母，即是撒加利亞同以利沙伯咧一樣，都係嗰個時代嘅義人嘅代表。佢哋遵行主嘅一切誡命禮儀，沒有可指責嘅。然後睇25節，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有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喺約瑟同瑪利亞進入聖殿嗰陣，就遇到呢段經文嘅2位關鍵人物，就係西面同埋亞拿。咁首先我哋嚟睇下西面先。路加形容西面呢係有公義又虔誠，呢個同呢係約瑟瑪利亞一樣，都係嗰個時代嘅模範信徒縮影。西面最突出嘅地方呢，就係盼望以色列嘅安慰者來到。呢句説話原文嘅意思呢，就係以色列嘅安慰啊！以色列嘅安慰呢，其實係嚟自以賽亞書裏邊嘅彌賽亞來臨嘅應許。神呢應許喺末後嘅日子要安慰同埋拯救佢嘅百姓。仲有素常盼望呢個動詞咧，喺原文咧係一個持續性嘅行動，代表西面咧唔係偶爾先諗起彌賽亞嘅，而係佢用整個人啦，全程投入咧去等待彌賽亞嘅來臨。27、28節，他接受了聖靈嘅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嘅父母抱着孩子進來，要照律法嘅規矩辦理。咁當西面最終能夠見到嬰孩嘅耶穌嗰陣呢，甚至仲可以親手抱埋嬰孩嘅耶穌添，佢就帶住安慰咁話：主啊，如今可以照你嘅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呢個係表示咧，西面已經係一位咧完成咗使命啦，準備好安然離世嘅年老僕人。呢位老僕人呢，仲有一個特徵嘅，佢話我哋要留意。就係咧，佢受咗聖靈嘅感動，呢個亦都係咧西面能夠認出耶穌嘅秘訣啊！因為喺聖殿人海茫茫當中咧，佢能夠認出瑪利亞手抱嘅嬰孩咧就係彌賽亞。呢個咧係唔係靠人嘅聰明或者洞察力，而係因為咧佢得到聖靈嘅啟示啦。咁28節提到西面稱頌神，稱頌呢個動詞咧，其實去翻第1章64節都出現過。呢個咧就係約瑟咧
約翰行完割禮啦，撒迦利亞嘅口咧就突然開咗，佢咧可以講翻説話，就去稱頌神。然後撒迦利亞咧就受聖靈嘅感動，去宣講出咧約翰嘅使命。咁而家都一樣啦。咁耶穌咧行完呢個割禮之後咧，西面都被聖靈感動，去宣講出咧耶穌嘅使命。咁我哋嚟睇亞拿嘅經文，就係36到37節。又有女先知名叫亞拿，是亞設支派法內利的女兒，年紀已經老邁，從作童女出嫁的時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現在已經84歲，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侍奉神。咁亞拿咧係同西面相呼應嘅第二位見證人，佢係一位咧年老嘅女先知。佢結婚短短7年咧就成為寡婦啦，之後咧佢就將佢自己整個人生咧奉獻俾神。亞拿最大嘅特徵咧就係對主忠誠啊。咁路加咧就話佢已經係84歲，但其實84咧原文就係指咧佢守寡嘅年期嚟㗎，唔係指佢嘅歲數。咁假設當亞拿係25歲守寡啦咁樣，咁當佢見到嬰孩嘅耶穌嗰陣咧，佢好可能咧已經係一個100歲嘅老人啦。咁雖然咧亞拿年紀咁大啊，但佢仍然咧保持住驚人嘅忠心。路加就話亞拿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侍奉神。呢個唔係話亞拿守寡嘅日子咧從冇離開聖殿，而係指亞拿一直咧無間斷咁忠心喺聖殿去侍奉神。咁38節。正當嗰陣時，他進前來稱頌神，將孩子嘅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咁當亞拿見到瑪利亞手抱嘅嬰孩耶穌嗰陣，又同西面一樣啦，佢就認出咧呢個嬰孩就係彌賽亞啦，並且稱頌神，然後作出宣講。咁值得我哋留意嘅，路加咧係冇記錄亞拿嘅宣講內容㗎，但係咧佢係形容咗佢嘅聽眾啊，就係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咁盼望呢個動詞同翻25節西面嘅盼望嘅動詞咧係一樣嘅，即是咧係等待啦，同埋都係現在分詞，即係強調一種嘅持續嘅積極嘅等待。咁呢個證明咗耶路撒冷咧係存在着一班咧同西面同亞拿一樣嘅敬虔嘅猶太人，佢哋咧就好似咧流散嘅以色列餘民咁樣，一直喺度等待彌賽亞嘅來臨。咁呢班人咧其實唔知道原來咧彌賽亞已經喺40日前咧降生喺伯利恆啦。但經過呢兩位見證人，即係西面同亞拿嘅宣講啦，佢哋終於知道咧救主降生呢個好消息啦。咁而家咧再嚟睇另一段經文啦，就係耶穌12歲嘅時候獨自留喺聖殿嘅事件，41到42節。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當他12歲的時候，他們按着節期的規矩上去。咁喺猶太人嘅心中啊，咁13歲咧係進入咧成年嘅標誌啊，所以呢一段經文咧係4福音裏邊啊唯一記載耶穌童年嘅事件啦。咁逾越節咧係猶太人3大節期之一啦。猶太人咧每年都要上耶路撒冷守節嘅。咁從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嘅路程咧大約係90公里啦。咁當時嘅人行咧就要幾日嘅路程。咁當中咧係真係要付出唔少嘅時間啦、精力啦同埋金錢嘅。咁而約瑟同瑪利亞咧係每一年一家人咧從未間斷咁樣參與呢個咧朝聖活動。咁顯示咧佢係真係好忠於律法啦，同埋對律法好認真嘅。咁43同44節啦，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並不知道，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1天的路程，就在親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咁當時嘅人啊，通常咧同親友一同咧去結伴朝聖嘅，所以咧喺回程嘅時候啊，約瑟同瑪利亞咧就以為耶穌咧都喺親友嘅隊伍裏邊，咁走咗咧先至發現耶穌唔見咗，所以咧佢就急忙翻去耶路撒冷去揾啦。咁終於喺第3日咧喺聖殿裏邊咧揾到耶穌啦。咁讀到呢個故事咧，我哋好容易有一個錯覺啊，就係以為咧耶穌係唔小心走失啦，但其實咧唔係咁樣嘅，因為43節講啦，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呢個動詞咧係一個主動詞，代表咧耶穌唔係唔小心走失，而係佢主動咁樣留低喺聖殿。咁46節仲提到耶穌咧坐喺教師中間，
喺當時嘅猶太教學文化裏邊啊，咁教師咧通常係坐喺度做教導嘅，所以個畫面咧係十分之唔尋常嘅。因為一個12歲嘅孩子啦，竟然咧坐喺一班律法師嘅中間，仲要同佢哋去討論律法。咁經文咧接着就話周圍嘅人咧聽到耶穌嘅對答咧就好驚訝。咁呢班人咧唔係因為耶穌咧好愛去問問題而驚訝，而係因為耶穌嘅對答啦，同埋對律法嘅領悟啦，係遠遠超過呢班律法師而驚訝嘅。咁去到第48節啦，他父母看見就很驚奇，他母親就對他說：我兒，為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看啊，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咁當瑪利亞同約瑟去揾到耶穌之後呢，佢一樣好驚訝啦。但之後瑪利亞嘅反應呢，係帶有少少情緒嘅，因為呢，佢係有少少不滿啦，同埋好似喺度怪責耶穌，同耶穌講啊，點解你唔事先通知我哋啊？你自己要留喺聖殿啊？咁但耶穌咧唔係一般嘅孩子啊嘛，係咪？佢除咗係約瑟瑪利亞個仔之外，耶穌更加係神嘅兒子。所以耶穌嘅回應瑪利亞咁話啦：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咁耶穌嘅回應咧，聽起嚟好似對即係母親不敬啊，但其實唔係啊，因為耶穌向瑪利亞解釋，佢唔係喺度否定咧瑪利亞係佢喺地上母親嗰個身份啊，而係確立咧耶穌嘅生命嘅優先次序啊。耶穌喺度宣告啊，佢真正嘅父咧係天上嘅父啊，身為天上嘅父嘅兒子咧，應該以天父嘅事為念，呢個係應當嘅，呢個係必須嘅。呢個咧亦都係路加福音咧第一次記錄咧耶穌親自講嘅對白啦。咁耶穌喺佢公開侍奉之前咧，耶穌講嘅呢句説話咧，其實就為咗佢嘅人生嘅使命咧定下基調啊，就係咧要履行天父嘅旨意，就係佢人生最為優先嘅選項。但耶穌知道咧佢自己公開嘅傳道時間仲未到啦，所以就信服地上嘅父母啦，就翻去拿撒勒繼續同佢哋一齊生活。咁去到52節，耶穌嘅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佢嘅心都一齊增長。咁呢節經文呢，就係耶穌童年敘事嘅叫做總結語啊。喺第一章啦，其實咧約翰呢，佢嘅童年敘事都有一個相似嘅總結語嘅，但係路加咧對耶穌喺童年敘事佢有兩處嘅總結語。第一次咧就喺2章40節嗰度講，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嘅恩在他身上。咁第二次就喺呢節經文啦，即係52節啦。咁呢個雙重嘅總結語啊，呢個係路加特意用嘅文學手法嚟㗎。咁係清楚表達咧，雖然耶穌同約翰咧出生咧有好多地方相似啦，但耶穌嘅成長咧係更加完整啦。耶穌嘅智慧啦、身量啦、神同埋人喜愛佢嘅心，以及耶穌嘅地位、權威咧，都遠遠超過約翰啦。咁路加咧，藉此向我哋強調啦，呢個完美成長、蒙神同埋人喜愛嘅孩子咧，就係以色列人所等候嘅彌賽亞啦。咁呢節經文咧，亦都為到路加福音接落嚟嘅敘事咧，我哋叫做作咗個叫完美嘅鋪路。而家我哋嚟思想呢段經文嘅應用。先講第一點，從信徒模範身上學習敬虔嘅生命。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啊，係全書嘅引言啦。講咗施洗約翰同埋耶穌嘅誕生。從呢段經文，我哋睇到救恩係神創世以嚟嘅計劃，但呢個計劃咧並唔係神獨自去完成嘅，佢更加邀請一群敬虔嘅僕人一同參與。佢哋有撒迦利亞、伊利沙伯、約瑟、瑪利亞。路加形容咧呢兩對夫妻咧都係義人，遵行主嘅一切誡命禮儀，沒可指責。神就用呢兩個家庭咧，讓約翰同埋耶穌咧喺個咁敬虔嘅環境裏邊咧長大啦。咁同時咧，我哋都睇到咧西面亞拿呢對年老嘅僕人，雖然佢哋年老啦，但佢哋咧非常忠心喺聖殿裏邊侍奉，等候彌賽亞嘅來臨。神咧就用佢哋成為彌賽亞降臨嘅公開見證人，將以色列嘅安慰者來臨呢個消息咧喺耶路撒冷呢個猶太人嘅宗教中心傳播出去。咁猶太人等待彌賽亞咧，其實已經好一段日子啦。點解神要揀呢個時候咧，讓彌賽亞降生呢？我哋唔知道，但我哋知道就係神
要實現佢嘅計劃咧，總係有一班敬虔人咧去回應嘅。佢哋人數有幾多唔重要，最重要就係呢班人佢願意相信神嘅應許，願意咧去信服神嘅旨意。路加福音咧就話俾我哋聽一個好重要嘅屬靈原則：救恩唔只係神自己單獨行動，而係神喺度尋找同佢同工嘅敬虔餘民。呢班敬虔餘民咧能夠被主使用，唔係因為佢哋頭腦最聰明，亦都唔係佢哋身體最強健，而係因為佢哋持守4個好重要嘅屬靈美德，就係相信、信服、等候同埋忠心。因此弟兄姊妹，唔好因為自己嘅能力有限、年紀大而自卑。你睇下呢6位嘅敬虔人當中咧，其實有4位咧係年老嘅長者嚟嘅。佢哋冇話自己年老啦，就覺得自己冇用啦，亦都冇因此停止侍奉。相反咧，佢哋喺神嘅計劃咧裏邊扮演咗一個極其重要嘅角色。咁例如路加形容亞拿啦，係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侍奉神。咁佢嘅侍奉咧，唔係我哋今日所講嘅崗位侍奉啊，好似要帶查經啦、帶敬拜啦。咁佢嘅侍奉咧係生命嘅侍奉，係以敬虔嘅心，以渴慕神嘅生命嚟侍奉神。咁今日教會嘅文化咧，有時太講求咧呢個即係要做啲乜嘢，太講求咧呢個事工嘅果效，或者太強調咧呢個侍奉嘅崗位。但路加喺西面嘅身上提醒我哋，神更看重嘅係一個敬虔、柔和、持續倚靠主嘅生命。西面其實咧冇乜任何嘅職務㗎，因為佢嘅侍奉咧唔係做出嚟嘅，佢嘅侍奉係活出嚟嘅。所以咧，我哋要特別對年長嘅弟兄姊妹講，你哋絕對唔係神家裏可有可無嘅角色。喺神眼中咧，你哋嘅生命就好似西面咁樣，係極其寶貴、極其重要嘅。西面最令人感動嘅地方咧，唔係佢做咗啲乜嘢，而係佢用咗佢嘅生命去侍奉神。佢喺聖殿裏邊咧，就係等候啦、禱告啦、盼望啦，等待神嘅應許喺佢眼前成就為止。咁年長弟兄姊妹，你嘅身體咧，或許冇以前咁強壯啦，但你嘅靈命啊、你嘅智慧啊、你嘅信心啊，呢啲都係多年累積落嚟寶貴嘅恩典嚟㗎。咁呢啲恩典咧，係你嘅家庭啦、你嘅教會咧極為需要㗎。請繼續咧用你嘅生命去侍奉神，繼續咧為你嘅家庭、為你嘅教會去守望禱告。咁你嘅祈禱咧，可能咧正係神用嚟改變呢個家庭啦，或者呢間教會嘅關鍵所在。然而咧，敬虔榜樣咧都唔只限長者㗎，因為呢6位敬虔人當中咧有4位係父母啦。咁呢啲敬虔父母喺極困難嘅處境中咧，仍然選擇去相信神、信服神，並以生命去培育下一代去敬畏神。咁弟兄姊妹，如果你係父母嘅，請你都從佢哋身上學習個敬虔嘅生活。因為你嘅孩子最需要嘅唔止係你俾佢最好嘅教育，唔止係最完善嘅生活安排，而係睇到你真實愛主、跟從主嘅生命。你嘅孩子會記得你嘅敬虔多過你嘅説話，會記得你點樣喺困難裏邊仍然祈禱，記得咧點樣喺壓力裏邊咧仍然要信靠神，點樣喺選擇裏邊咧以神嘅旨意為優先。呢啲生命嘅榜樣咧，其實比任何嘅教導咧都嚟得更有影響力。總之，無論你係年長嘅弟兄姊妹啦，或者要養育下一代嘅父母，或者成日身處喺任何人生階段嘅基督徒，其實都記得神今日咧仍然喺度尋找嗰啲同佢願意同工嘅敬虔餘民。神咧唔係睇我哋咧能夠做啲乜嘢，而係睇我哋願唔願意將我哋嘅生命咧係交俾佢。好啦，而家嚟睇第2點嘅應用啊，就係以天父嘅事為念。咁耶穌咧係幾多歲開始明白自己嘅使命呢？咁聖經咧係冇一個清楚嘅答案俾我哋嘅。但路加讓我哋睇見一個非常關鍵嘅時刻啦，就係耶穌喺12歲喺聖殿裏邊講啊，豈不知我應當以我嘅父嘅事為念咩？咁呢句咧唔係簡單一個回應嚟嘅，呢個咧係耶穌使命嘅核心啊，就係以天父嘅旨意為最優先。
耶穌清楚知道咧，自己嚟咧唔係追求嗰啲成功世上嘅成功啊、人嘅掌聲啊，亦都唔係咧去滿足別人嘅期望，而係完成天父嘅旨意。咁呢份優先嘅次序咧，喺耶穌嘅一生裏邊咧係從未動搖過㗎。尤其當耶穌喺客西馬尼園面對十字架嗰個痛苦嘅時候咧，耶穌係冇逃避嘅。耶穌話：唔好成就我嘅意思，要成就你嘅意思。咁呢個咧係以天父嘅事為念，我哋叫做最極致嘅呈現啦。咁耶穌咧其實喺呢個12歲嘅宣告，唔止係佢人生嘅使命啦，更加係所有跟從耶穌嘅人一個好深刻嘅提醒。就係我哋有冇都一樣以天父嘅事為念呢？咁乜嘢係以天父嘅事為念呢？係咪我哋要更多參與教會嘅活動，更多嘅侍奉就合神心意呢？咁未必嘅，因為以天父嘅事為念，重點咧唔係外在嘅活動，而係生命嘅優先次序，以及咧我哋係咪咧可以回應神喺我哋生命裏邊嘅使命？我哋需要成日問自己，神要我哋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神要我哋而家呢個階段要做啲乜嘢呢？然後我哋有冇忠心咁樣去行出嚟呢？所以以天父嘅事為念，冇固定嘅公式咯。每個人嘅呼召唔同噶嘛。有啲人呢，喺唔同嘅人生階段呢，神有俾佢唔同嘅呼召。例如以刻咧，可能咧神要叫佢喺教會嘅侍奉，或者咧去建立一啲嘅事工。咁呢啲咧就係神俾佢嘅呼召啦。但有啲人喺呢個階段咧，神就要去喺屋企陪伴咧妻兒，或者照顧父母，或者修補咧已經破裂咗嘅關係。有啲人咧就喺職場裏邊咧作鹽作光，為主作見證。咁其實呢啲同樣咧都係以天父嘅事為念。咁然而有啲時候咧，神未必要我哋做一啲好明顯嘅外在工作嘅。有時咧，神更加着重我哋內在嘅生命成長，好似學習聆聽啊、操練安靜啊、培養信服啊、管理情緒、面對軟弱、認罪悔改、活出愛同埋寬恕。咁呢啲內在生命嘅成長咧，未必咁容易俾人睇見嘅，但係喺神眼中咧係極其寶貴。耶穌嘅生命咧就係最好嘅例子啦。佢12歲咧就喺聖殿裏邊宣告以天父嘅事為念之後，大家咧都以為佢會留低喺聖殿啦。咁喺耶路撒冷咧就成為一個叫做天才嘅佈道家、天才少年佈道家，開始佢嘅神聖使命。咁但耶穌咧卻係選擇咩啊？最終信服父母，跟佢哋返唔起眼嘅拿撒勒，過住一啲好平凡、好普通嘅生活。咁從耶穌12歲到佢30歲，其實有整18年咧，聖經係冇記載耶穌行嘅神蹟嘅，亦都冇記錄耶穌講過啲任何嘅道。耶穌只係喺度做咩呢？做木匠嘅工作，喺屋企咧做一啲承擔責任、照顧家庭嘅事。咁呢啲喺人嘅眼中咧睇嚟咧係唔起眼嘅，但卻係咧耶穌以天父嘅事為念嘅表現。咁耶穌用最普通嘅生活咧，去忠心咁去行出咧天父嘅旨意。咁呢個提醒我哋，以天父嘅事為念，唔等同咧要做得多，而係要心對準神；亦都唔等於做得大，而係要心貼近神啊。仲有以天父嘅事為念，最難嘅地方就係唔係我哋單淨係願意去聽神嘅聲音咁簡單，而係我哋仲要點樣去面對周圍嘅人俾我哋嘅反應。有時當我哋按住神嘅旨意去做決定啦，未必所有人都明白噶嘛。有啲人甚至會誤會我哋，批評我哋，唔同意我哋。有啲人覺得咧我哋做得太多啦，有人覺得咧反而我哋做得唔夠。有人咧就用自己嘅期待嚟衡量我哋，甚至係質疑我哋嘅屬靈生命。耶穌咧其實都有咁嘅經歷嘅。耶穌喺世上成日都俾人誤會啦。佢醫治病人嘅時候咧就俾人話係靠鬼王做㗎。同稅吏罪人食飯咧就話佢唔潔淨啊。喺安息日行善咧就話佢咧唔守律法，甚至咧佢要行喺十字架嘅路啦。佢連佢最親近嘅門徒咧都唔明白佢。但耶穌咧仍然堅持去走天父要去走嘅路。同樣，我哋嘅人生咧都有呢啲咁嘅時刻。
當我哋按住神嘅帶領去做一啲決定嘅時候呢，可能呢會有人覺得哇好奇怪啊，或者唔合理啊，或者唔合佢哋嘅期待啊。但如果呢啲都係天父放喺我哋心裏邊要做嘅呢，咁就值得我哋去堅持，因為以天父嘅事為念呢，唔係去討好人，而係去討天父嘅喜悅。最後，願主幫助我哋去重新去檢視自己嘅生命嘅焦點，去重新去排列我哋嘅優先次序，將最重要嘅位置留俾神，讓佢嘅旨意成為我哋生命最優先嘅事。願主賜福大家。